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奇。你若是要考今年的高等考试，也是普通考试，迄现在差不多6月中的时间，就代表讲你会使伫你准备要考高等甲普通考试进前啊，所会使掌握的题目啊，国家拢已经公布了。包括啥物呢？包括着差不多4月左右啊所出的新生特考，甲最近顶礼拜才考了的警察的考试，所有的题目啊，包括着行政学、政治学甲公共政策，拢已经公布啊。这支影片是主要要来赶紧啊，甲大家报告讲113年国家考试会出题的趋势。咱为今年的考试已经考过的物件来看，差不多有以下几个面向，会使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呢是今年已经考过考试，咱看到伊的题目，尤其是申论题，因为大家应该对这较有兴趣啦。申论题的题目啊，其实伊所考的物件，拢毋是啥物新的物件，啥物意思？就是今年考过，其实啊，咱自过去的考题内面，拢会使发觉讲，伊拢是旧的物件，搁重新来出。所以就讲，啊，若是利用第一个即个发现，就是讲，今年拢无啥物新的物件，拢是旧的已经考过，今年搁再考，安尼代表啥？代表啊，你今年准备考试应该是诚安心才对哦。你伫准备的时阵，只要啊，甲过去考过考试内面的题目调出来看看咧，想想咧，基本上就有够用啊，毋免搁去参加啥物补习班讲，哎哟，家己出的啊，啥物物件。毋免，因为今年考过，差不多拢是过去已经出现过啊。所以呢，你其实啊，用过去的题目来准备就真有够啦。这是第一个。你讲啊，遮简单啊，毋是大家拢送分嘛？毋是，咱重点是要讲第二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就是讲，虽然伊是用过去出现过考点来考，但是伊的问法、伊的出发是甲过去啊。有正大无共款的所在，你讲是安怎的无共款呢？过去啊，若是较远久以前的题目，伊就敢若问你讲，哎呀，啥物概念的意思是啥啦？定义是啥啦？请你说明。若是安尼的题目的，其实你看，较怎讲呢？较古老的补习班啊，伊就互你一寡考卷，互你背啊。叫你记起来啊，甲你背起来啊，食够的即个课本啊，叫你读咧，迄是会使啊。但是自旧年开始，112年开始啊，咱就发觉讲，即个国家整体出题的方式敢若有咧变哦。所以，旧年我开始咧上今年度的科目的时阵啊，我就一直讲啊，你若是有上我的正课，应该会听过我讲诚侪摆。今年的考试啊，重点咱来去观察讲旧年的即个趋势，今年有互保留来无？若是有，那安尼咱就会使讲，自111年、112年开始，咱国家考试的趋势已经发生转变咯。今年自113年虽然才考过2场尔，但是咱已经会使确定啊，无毋对，即个趋势新的趋势已经产生啊，咱一定啊要用新的方法来去看待。咱的国家考试，什么叫做新的方式呢？就是伊虽然伊考的考点是过去出现过，但是新的出题的趋势，伊重视的毋是你毋知影即个概念是啥物意思，伊毋惊你知影，伊重点是重视即个概念是真简单理解啦。但是你理解了后，你敢有法度用你的头脑思考？包括着即个概念甲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也是即个概念你会使用伊来去分析咱实际上出现的社会事件，也是政治的即个事件。做一个整理哦，过去是单纯的问你即个概念啥物意思，你用背用记的，佫会使。但是新的考试，伊所问的毋单是即个概念啥物意思，伊重视是你敢会使用即个概念活用就对啦，用即个概念。甲其他概念综合的比较，甲其他概念，佮甲带入到实际上的政治也是政治也是行政的环境内面去做一个讨论，这是新的趋势，咱看到上大的转变。好，所以呢，这是咱两个
大致上因为今仔日才摕到警察特考的考试卷嘛，所以咱先做这个影片来甲大家讲，这个新闻图的新的趋势已经产生了。第一个，伊的考点是过去拢考过，所以你去看过去的考题已经有够。第二个就是伊的问法是用新的问法，伊较重视的是你会使用这个概念去确立到咱实际上的政治也是行政也是政策的案例内面去做讨论，甲过去用背迄寡定义较无共。吼，你讲啊，这是我咧讲的啊，咱实际上就甲今年的题目个拍开，互大家看卖，是毋是像我讲的这个状况哦？好，咱看到这个是应该是4月份考的新生考试。啊，这两题咧，其实啊，你看伊拢是旧的物件重新出，所以有人讲，哎哟，第一题考这个什么行政风格啦、哈蒙啊，真恐怖。其实这是110年的考试，完全一模一样，搁定出啦。啊，第二个，伊讲政府要安怎来提升政府的能力，这嘛是110年，嘿，共款嘛是应该嘛是新生的考试一模一样的题目，所以呢应该是真简单。好，你讲哎呀，安尼敢有啥物新奇的物件吗？这是上新出现的警察的考试。第一个问这个 NPM 新公共管理啊，其实呢110年嘛有真相像的题目对啊，所以伊是问啥呢？过去的考试是问啊，啥物叫做新公共管理啊？但是你看哦，今年的考试伊问的是，你敢知影新公共管理伫咱的政府敢有啥物款的做法是符合着新公共管理的呢？啊，这个过程当中敢有拄着啥物款的挑战呢？哎哟，你去背，你背无啊？你应该是先了解着新公共管理的意思了后，爱去肯伫咱实际上咱的政府自1990年代开始啊，嘛有真侪政府的改革，包括着组织、人事、财务等等的方面，你爱去掌握这题啊，才会使写出来。所以你讲伊考点是新的嘛，无旧的。新公共管理，咱讲一定考的，伊就考，但是考的考法是你敢会使用这个概念，肯定咱实际上的行政甲政府的改革顶悬。第二个，伊讲这个考级的制度甲规范啊，有啥物款的问题啊？伫遮呢，要请你讲要安怎来改善？其实这嘛是旧的题目，但是这个考级的制度，你是旧的物件，但是你看伊问的物件，毋是单纯讲，啥物叫做考级的制度啊？等等，伊是要问你讲，有啥物款的困难，啊，要安怎去改？哎哟，这就是课本拢背无的，你爱家己头壳去想的，这是行政学。咱来看政治学，政治学咧，这份也是上新的警察考试，应该是国家安全情报人员的考试。你看第一个叫做第三波的民主化国家，但是出现着所谓的民粹主义 （populism）。这题甲啥物款的真相成呢？今年较早以前考过，这个叫做嘛是新生的考试。看第一题是讲啊。第一波、第二波的民主化，第三波民主化出现非自由的民主啊！咱伫考前的讲座顶悬就讲过嘛，非自由的民主一寡概念就包括着最近拄啊结束的欧洲的议会选举，有即个极端派的政党嘛，摕到真侪得票，因就讲可能啊，就是民粹的兴起啊。所以你看，新生考试考第一波、第二波，多元政体下面的自由民主体制，甲非自由民主。啊，今年这个国安考试啊，马上继续考第三波民主化。所以咱早就甲你讲，民主化是今年出题的一个大的方向，有出无？有，但是伊毋单问你讲。民粹主义啥意思？伊个问你讲，有啥物正面甲负面的影响哦？这就是爱考验你敢会使活用这个概念。好，你看第二题嘛是民主倒退啊，啥物款的叫做这个 deconsolidation 啊，这个概念嘛是甲顶一题会真相像，所以这两题应该肯做伙。第三题咱已经互咱摇着啊，因为咧法国总统马克宏伊讲伊要来改善。法国的国会肯伫咱现主是台湾面对的这个状况，偌清楚。你看这个国会国民党民众党安尼黑白母是安怎呢？无法度像法国的马克宏安尼甲伊
解散呢？因为啊，中华民国现主时的宪法的规定甲法国的规定无共，虽然阮讲合理上这两个中华民国甲法国拢是半总统制，但是总统的权力是有真侪无共款，甲共款的所在。咱伫应该自这个清教运动开始的时阵，咱就讲这主席咧爆发的一个政治事件，但是考试嘛有可能来考。加上咱看到国际新闻，英国嘛要解散伊国会，法国嘛要解散伊国会，就问讲赖清德为虾米无法度解散咱的立法院来紧来定选嘛？这就是阮讲爱注意的，果不然啊，伊就考出来。最后咧是讲，现主席你看咧，行政权咧提合约，咧希望甲这个国会违反啊民主精神的修法，甲退转去立法院，叫伊重新来做审查。你讲遮敏感的问题，国家考试敢会考？咱就讲会考嘛，但是伊是用合理上的方式来做包装，所以伊就挑工问你讲美国若是美国的总统对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袂爽，要安怎处理？其实就是暗示你讲现主是咱台湾爆发的这个事件，行政甲立法之间的对抗嘛，伊就挑工用美国的方式来问你。今年的高考有可能国考吧？有，但是佫有啥物款诶角色无出现？司法权、司法审查，特别注意，可能伫高等考试就出现了。好，这是今年刚结束的顶礼拜考试。较久以前的这个新考试的第二题也是考这个政治传播，但是你看伊考的是新的物件，叫做 digital media 是 social media，OK？伊毋惊你毋知传统的政治的传播，但是伊要问的是一个新的物件，而且呢是新的物件对民主的影响。过来你看这个政党的体系啊，政党的制度，这嘛是旧的物件。这题较简单啊，伊单纯咧问你要安怎去分别啥物叫做重要的，还是无重要的政党。最后一题咧是利益团体，你看伊嘛是毋单问你啥物叫做利益团体，伊要叫你讨论的是利益团体影响的大甲小。这嘛是课本一般你应该是无嘛是无啥物考卷通好互你背，你爱活用这个概念去做综合的讨论，安尼才有物件通好写。好，所以倒转来，咱讲113年国家考试的出题的趋势，尤其是申论题，两个重点。再讲一摆，第一个，伊拢是旧的物件来出啊，所以呢，你看考古的题目应该就有够。第二个就是，伊虽然是旧的物件重新来出，但是伊的包装是新的，伊要问你的毋单单是这个概念的意思，伊较重视的是你敢会使用这个概念去做议题的讨论。好，所以你咧做最后的读册啊，准备考试的这个阶段，你所做的就毋是去背啥物物件，你应该读较来，爱问家己讲这个概念，你知影了后，最近敢有啥物款的政策是政治的事件新闻，你会使用这个概念去讨论的，抑佫有这个概念对咱的整体公共社群啊、政治行政敢有啥物款正面甲负面的影响？若是有负面的影响，你要安怎去处理？会使提出啥物款的建议？好，这就是今年考试的一个方向我先甲话讲到这，后面佫有其他佫较详细，等我甲这个警察甲国安的考试的题目啊，佫做一个分类了后，应该会使伫高等甲普通考试进前，佫开另外一个影片来甲大家较详细报告。咱政治、行政甲政策学3科内面会出题上有啥物款的重点的单元、重点的概念，再甲大家做报告。咱即集先推出来，就是有关申论题的部分，伊的出题趋势，请大家千万毋通用旧的方式在做准备咯。你爱用新的方法来做准备。你讲若是旧的问法，你用新的方式去准备，若是用旧的问法，你嘛会使写。就亲像你用 Word 2020。你若是要开 Word 2003的档案，嘛是开得起来。但是你若是用 Word 2003，你要开 Word 2020，伊就开袂起来。所以呢，你莫改变啦，你就用新的方法来去准备。你若是考新的，你就会晓写；你若是考旧的，你嘛会使处理。这就是我甲大家的一个分享甲报告。敬请大家咧继续来去关注咱实际上现在咧发生的国内国外政治甲行政的代志，因为咱是活伫政治的社群内面。
你袂使讲啊，阮就读册，但是你读的这个物件爱帮助你用伫你生活着你的公共社群内面去表达意见，去思考一寡政治甲行政公共的事务。安尼我感觉讲较是一个好的合适的路径。好，咱即回就甲大家报告到这，敬祝大家考试准备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格平安大赚钱。咱后一回再甲大家继续来分享咯。